这个婚林轮培国小邀请建中甲北一女的社团到学校来办活动，由高中生带着小朋友来做城乡的文化交流。 轮培国小学生伫算2人3卡1、2、3插头人，丰富多元的关卡，到这高中生的陪算，这囡仔算甲真欢喜。我觉得活动很好玩，刚刚还有呢戏剧，还有呢歌唱。学校有这个活动，我可以跟大姐哥、大姐姐玩，我很开心。 台北建中甲北一女的服务社团做伙伫轮培国小办2天的营队，替这学生囡仔安排丰富的课程，让当地的小朋友可以在假日有不一样的收获，或者是可以跟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一起玩游戏，让他们感到开心。这次规划的就是围绕着爱这个主题。好，真感谢社团会当到庄脚所在服务，或者学生囡仔会使拍开眼界，同时嘛留下一摆难忘的回忆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